为什么仅凭一句台词就能让这部电影砍下4200万票房？小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可以用聪明的方法跟你说话。读过书明事理的人，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对抗清廷，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。对付那些蠢人，就绝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，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，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。谁能想到90年代的一部电影竟然能写出这么超前的台词？这样的一番话放到现在来讲也是真知灼见，放在电影里那个光明白暗的陈近南身上更是充满了反差。而接下来周星驰的回话也是半点不遮掩。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，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。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，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，所以我们要反清，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，是不是？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关人鸟事啊！行了，大家聪明人了解。电影中类似的名场面数不胜数，而这部电影也是永盛公司拍摄的第一部轻功夫电影。虽然对原著做了魔改，但金庸却對此評價頗高。查先生話周星馳係最適合演呢個韋小寶嘅人，我覺得係好適當嘅。我覺得我亦都會係咁樣講法咯。你睇到今日嘅所有嘅發展，你都睇得到，當日用周星馳係一個不二之選嚟嘅。